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我在这里街头摄影。我觉得你气质很好。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？好，但是我们拍快点，我们要走了。待1-2分钟可以吗？1-2分钟。好。啊，谢谢你。这里有录像，我这里有录制视频。真的有录到我的脸吗？我感觉你这个镜头有点低耶。还好，哈哈哈哈。可以把视频和照片一起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好，你给我 P 一下。好的，请问怎么称呼你啊？王。啊，王。王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啊，3个王是吗？不是。啊？我姓王。啊，王小姐。啊，我叫胡志伟。胡志伟。啊。好耳熟的感觉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再见。